我係一位 AI model。Yes, I'm an AI model. 佢都係一位 AI model，仲要可以係台妹、太神奇咯！韓妹、 디자인 모이스처 폼 클렌저예요. 패키지가 진짜 깔끔한. 外國人、 Glossy black, and that little green logo lights up when they're on. They slide right in, boom. 日本人都冇問題，僕の相棒 AI9 デザインマルチビタミンもミネラルも真係好誇張啊！依家用 AI 就可以做到各地各種語言嘅人嘅，無論你係做電商、賣產品、賣服務，甚至係做個人 IP。如果你想將你嘅產品或者 channel 都推廣到唔同地區，甚至做個 AI 分身、AI 網紅幫你講嘢、推廣產品等等，絕對唔係天方夜譚。你諗下，你原本個產品或者 channel 已經喺度，你只要再花多少少時間或者成本去推廣到唔同嘅市場，你賺到嘅機會將會係倍增啊！如果你都想製作 AI 虛擬人啊，留言 AI 發你有關資訊啊，